Trip Live 幫大家揾到熱門亞洲旅遊目的地，半價起機票、酒店門票全集合。台灣短 trip 首選，掃街食夜市、浸溫泉、探文青咖啡，仲有超多打卡靚景，快閃過週末都得。精選機票，香港往返低至671，人氣玩樂設施，限時低至2折。5月開始，澎湖花火節，煙花一流全旅遊攻略，澎湖靚景酒店、民宿，即搶澎湖必玩活動。日本，即飛日本掃街食和牛，爆買藥妝，浸溫泉嘆到盡，仲有靚景打卡任你揀。精選機票，香港往返最低只需983，精選酒店，訂後回贈5%。根據目的地選擇，支持比價，人氣玩樂設施最新推出沖繩 Junglear 叢林樂園，7月25日正式開園，低至477，玩樂門票 JR Pass 全部限時優惠中。更多亞洲賞景地點，韓國、越南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住宿推介，立即點開視頻介紹或評論區鏈接睇睇啦。